主后2022年7月24日，撒勒教会主日礼拜。圣经约书亚记第9章22节到27节，咱做伙来读。约书亚叫因来，甲因讲：恁是安怎骗阮讲，阮是对真远的所在来的？其实恁是即所在的住民，所以恁着受上帝责罚。恁中间不断有人会做奴隶，为着阮上帝的厝做破柴抢水的。因约书亚讲，因为确实有人甲你的奴仆讲，上主，你的上帝有应允伊的仆人摩西，要将即个全地赏赐恁，搁伫恁的头前消灭即个地所有的住民。阮因为惊互恁刣死，才安尼做。当阮伫你的手头，你通照你看做好、看做对的对待阮。约书亚就安尼对待因，叫因免互以色列人刣死。对迄日起，约书亚就互因伫上主所竞选的所在，为着民众甲祭坛破柴抢水，直到今仔日。基遍人甘愿做奴仆。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奴隶制度是人类真古老、无人权甚至无人性普遍社会制度。现代文明的国家甲社会已经废除也禁止奴隶制度的存在。强迫人做奴隶，这是犯法也是无道德的行为。总是伫古代，奴隶的来源有的是伫战争的中间失败的一边受变法成做奴隶，有的是互人口贩仔掠去卖，也是讲转手做买卖交易的。也有人是因为欠钱，也是讲欠人温情，不得已自愿爱做人的劳工几啊年来拄少。今仔日咱要读的圣经范围是约书亚记第9章到第10章，这中间主要是在讲到基遍人怎样变成做是以色列人的奴仆。上帝命令以色列人爱消灭长龙时迦南地的住民。伫长龙时迦南地其实是多种族、多文化、多民族属于的多元社会。大大小小的城，统治者大部分拢称做是王，所以家家斗斗也有数十个王。有的开成的联邦甲王也会组成联邦革命，因为因有利益甲利害的关系，互相需要支援，彼此相照应。像咱伫第9章到第10章读的圣经的情形，大先咱来看分段的部分。第一段是第9章第1节到第9节。迦南地的人联合要甲以色列人交战。迦南地的人联合要甲以色列人交战。以色列人取得耶利哥甲爱城战役的胜利了后，就震惊所有迦南地无分民族、无分城邦，对山区到沿海，对北到南，迦南地遮的王。遮王因就联合要因为以色列人的入侵来召开会议，因同心合意要甲以色列人交战。第二段是伫第9章第3节到15节，基遍人骗约书亚
甲因签订和平条约。基遍人骗约书亚甲因签订和平条约。基遍人是属伫迦南地的希未族人。基遍城伊的规模要比耶利哥甲爱城较大。离耶路撒冷也只有敢若大约12公里远。所以基遍也有可能诚做接续的战役中受到以色列人守不好冲击的地区。也因为安尼，基遍人因烦恼会亲像耶利哥城甲爱城受遭灭的命运。总是因采取甲其他所在想要联合对抗以色列人的即个政策无共，因想要用计策来谋取以色列人甲因签订和平条约，只要会当换取因免死就可以。基遍人派使者假做因是住伫真远所在的人，因为无明以色列人因会影响过上帝的同在，所以因特别要来甲以色列人做朋友，签订和平条约。伫即件事，约书亚甲以色列人并无求问上帝，就甲因签约。第三段是伫第9章16、19、27节，以色列人发现因受骗。以色列人发现因受骗。过3日后，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才发现因受骗。原来基遍人住离因诚近，并毋是诚远。总是因已经有签和平条约，就袂当反悔。着留因的活命甲生路，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基遍人爱诚做以色列人的奴隶，也负责做田野，担任破柴、唱水等等这个奴隶咧做的工课。第4段是伫第10章第1节到第15节，打败阿摩利人。用耶路撒冷王做头，住伫山区有5个阿摩利王。因为基遍人不前就投降以色列人，非常受气，也袂当谅解，因就出动联合军队要攻打基遍。彼时，约书亚甲以色列的人因要驻扎伫吉甲，基遍人就去向约书亚讨救兵援助。约书亚毋但要解救基遍人，也为着要早一日完成占领迦南地的使命，就连夜发动大军支援基遍。以色列人一到位，并无歇困，就随时发动突击战争，也拍甲乌天暗地。因杀死袂少阿摩利人，总是搁较侪的阿摩利人是互上帝用对天降落的大冰雹来遣死的。即场的战争上界大的特别的所在，就是约书亚求救上帝，伫拍败阿摩利人以前，互日头甲月亮无煞震动，大约有1日久，诚做是天文的奇迹。第5段是伫第10章16节到27节，因掠5个阿摩利王，搁甲因处死。阿摩利5个王伫战场失利，就走去秘伫马基大的一个山洞内。约书亚先派人甲洞口封锁，到战争告一段落结束，甲这5个王掠出来处死，吊伫树顶示众，
到黄昏时仔才甲因收埋伫隐秘的山洞。第段是第10章28节到43节，讲出搁较济阿摩利的地区，约书亚吞赢5个阿摩利王联军以后，就乘胜追击，讲出大部分阿摩利人因所住山区的城镇以及土地，一位一只的战争也拢得到大胜利。虽然是安尼，因犹原踮伫结界，用遐做因的营地以及指挥中心。当咱通对约书亚记第9章到第10章来学习到什么？头一个，咱通伫错误中间爱找求补救，伫错误的中间找求补救。有时咱咧看圣经会感觉约书亚袂输是咱台湾话咧讲的天公仔囝，毋管发生什么代志，是大是小，拢有上帝咧甲伊庇佑安护。亲像伫爱城第一摆的战役，伊毋但轻敌，而且伫迄个时阵，伊也无先求问上帝。伫即个基遍人的事件，伊嘛是照人的常识判断，搁犯严重的失误。而且圣经也点出，伊搁再犯的属灵的错误。伫第9章14节讲，以色列人敢若检查因的食物，并无求问上帝。以色列人检查因的食物，无求问上帝。无问上帝，就成做因互人失去的一个关键。若像一个人伫咧驶车的时阵，敢若会吹油门，无卡动；当紧急的时阵，停袂落来，就无才调停。加在上帝也无因为安尼，就降罪互约书亚也是以色列人，反倒当上帝爱以色列人信守甲基遍人所立和平条约，放因生路。总是基遍人也付出相当的代价，就是因诚做为以色列人甲圣所担任破柴担水、粗重劳力的工课。破柴担水伫古代完全爱靠人工来取柴，抢水也是诚辛苦的杂野的劳动。何况咱知圣所每一工的献祭需要大量的水，甲火柴的量也爱袂少，所以大概自约书亚的时代开始，到伫大笔将约柜刷入去耶路撒冷迄段时间，若无圣经讲约柜甲圣所一直是停放伫基遍。放伫遐，相信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基遍人不得不甘愿世代为着因破柴担水有关系。就算大笔甲约柜迎接入去耶路撒冷，伊也留一部分的祭司的家族伫基遍迄个敬拜中心继续服侍上帝。扫罗王因为屠杀基遍人，破坏以色列人甲基遍人所立的约，所以上帝也降罪伫大笔做王的时代有3年久连续饥荒。后来大笔求问上帝，上帝讲出在基遍人安怎做？大笔就照基遍人的要求，交扫罗王7个查甫子孙，互因吊死，饥荒才伫遐来煞。对这相关的技术，
也互咱通知，基遍人虽然因头仔是奸诈，欺骗以色列人签订和平条约，毋过因只是想要照着导航来求得生路。上帝无讲做互以色列人也代表上帝有默认，上帝也接纳因，互遮个基遍人会当伫以色列人个中间留因个活命。上帝也容允因参与伫圣所服侍，做上卑賤粗重、破柴担水、劳力个工到几若代。可见律法虽然是死个，是即个固定个条文，毋过有缘律法有恩典，也有怜悯个发外情，这也是咱所着学习个。第二，化被动变主动，化被动变做主动。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因是对约旦河西岸摩押平原，过来到伫约旦河的西岸，因用吉甲做因的大本营，遐拄好是迦南地的中部地带，所以伫吉甲无论往南、往北、往西征战，也拢诚方便，也会当切断迦南地南北的连结。个因也较容易取得伫东岸后面的战略甲生活补给，所以以色列人也用真长的时间伫吉甲扎营。当伫基遍人投降，受阿摩利5个王联军出兵要围杀，以色列人原本还无按算讲要遮早甲阿摩利人征战，总是时势所逼，因必须改变策略，化被动做主动。当换以色列人采取突击战，因对出发到位无啥物休困，就随时投入伫大战。这需要真个人的即个体力甲精神耐力。即场的战争对面是拍到日时，佮用规工的时间，而且伫太阳5个王甲因的联军以后，以色列人也无休困，就佮继续攻占大部分阿摩利人伫中部山地的地盘。这对咱讲啥物？检查有时阵，咱咧做代志，也是安排事工，有可能临时会发生比咱伫有定的计划搁较紧急的代志，爱马上处理解决。伫即个时阵，咱爱会晓变通，先安排怎样来排解眼前的难题。可能咱嘛是真忝真闲，袂输以色列人甲阿摩利人战甲无暝无日，只要放松就可能会去互对敌较赢。总是咱也共款毋通放松，勒令咱着坚持到落尾完成的时，而且也会当胜胜再出击，彻底做到完成的骹步，安尼是较好。像伫今年，咱教会原底修建头海计划是要修理便所甲整修客房，总是后来中执会搁追加处理安门土埕，嘛增加在咱有做即部分的翻修，若无即个水路排水的问题就无法度做伙来修改解决。
甲有管面字骹甲埕若是关家就歹接，所以咱做一摆处理，这是对的。第三，为主征战，主也要为着咱征战；为主征战，主也要为着咱交战。以色列人因攻占迦南地，毋仅为着因甲因的子孙争取生存的产业地，搁较是要完成上帝的应允，甲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因也是伫为主征战奋斗。这爱有真强的决心甲行动，而且爱处理最后完全的胜利。相款，咱的服侍也毋是简单为着咱甲咱的家庭、咱的子孙而定。当然，咱想要留搁较好健全的教会互因，甚至是搁较理想、搁较舒适的礼拜堂、教育馆、牧师馆，甲其他好的设备场所互因。总是搁较要紧的是，咱是要去做上帝教会甲圣殿，咱是要为主做工，为主拍拼。就算环境是险恶，检测有人会主动攻击、打击不断，也袂当阻止咱要完成上帝托付互咱的使命甲任务。咱若有即款的决心甲耐心，自然主也要帮助咱来完成伊所计划认可的事工，来荣光伊家己。愿咱毋惊困难、麻烦、主动攻击，化被动做主动，也有柔软受教的心，无正做律法主义者，学习天父上帝完全，互无完美的代志，经过改造，也要正做上帝手中甲目睭中迄个珍贵的艺术品。咱做伙来祈祷。阿爸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阮咧读即2章的圣经的中间，阮也看见即个畸变人，因虽然头仔是为着要救活命来想尽办法甲以色列人签订和平的条约，总是主你也因为这缘故，互因也会当存活伫以色列人的中间，佫会当有份伫你圣所的工。主，阮嘛求你也看顾帮赞，互阮伫人生的中间，检测有时阵做的代志，即个想的代志，并无完全周至。毋过，当阮甲主你配合的时阵，也要互即个无完美正做，是上帝你所雕塑的艺术品。求主你也帮助阮，互阮伫拄着济的困难阻挡的中间，犹原勇敢壮胆，因为主你若甲阮同在，就所要做的代志，也要得到成，来荣光主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